大家好，今日會教你點整北京汁。第一，攞個杯，第二，打開杯蓋，第三，開箱兩個吉北京嘅紀念幣。第四，開箱國家自然博物館兩個紀念幣。第五，開箱免費送嘅金屬書籤。第六，裝我扭咗蛋嘅綠色轉轉玩具。第七，裝我扭咗蛋嘅 Mario 貴賓狗。第八，開箱周口店櫃子博物館限定嘅北京猿人冰箱貼。第九，裝兩張機票。第十，冚蓋。第11，搖搖下。第12，試飲。我試咗呢個真係好飲啊！你哋必須試啊！好冇啊？